最近有間 NGO DM 我，希望我拍片分享下正能量。諗咗好耐，到底分享啲咩好？適逢今日去日東酒店參加意識節，就用呢個做主題啦。抗癌嘅過程，深刻體會到面對生命嘅挑戰，除咗身體嘅治療，心靈嘅力量同埋正面嘅態度係相當之重要。嗰段時間學識咗點樣同自己嘅情緒相處，點樣喺微小嘅事情入邊揾到希望同力量。情緒好，身體復原當然會更加快。運動與情緒健康協會就係致力推廣呢一種全面嘅健康概念。運動係非常好嘅工具，幫我哋調節情緒、建立自信，甚至乎減輕壓力。除咗強身健體之餘，更加係心靈嘅良藥。近日香港有好多唔開心嘅事情發生，相信對大家嘅情緒都有影響。呢個時候更加要互相支持，同埋照顧好自己。有需要記得同身邊嘅人傾偈，甚至乎尋求專業嘅協助。希望大家都一樣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方式，為自己注入正能量，活出更健康、更積極嘅人生。